是咧死，嘛都要将你的委屈讲予后生甲客孙知影，免伊讲死甲不明不白，安尼死是受气冤枉。哎呀，你是安怎是？你家己做的代志，你家己敢唔知影是？什么代志？私会修理。你敢对这个亡夫在天之灵？秀大哥，时时伫咧监视柳浩三的一举一动，你竟然去树哪来会柳浩三顶？我承认，我有去找柳浩三，因为在我眼中，伊毋是一个歹人。既然秀大哥，伊敢有亲眼看到我甲伊一切，会用伊请伊出来证明的。证明我甲柳浩三所讲的话，并毋是男女私情，是人甲人中间的关怀甲同情。杨哥，你敢有想到外人会安怎样想？我问心无愧，毋过安怎想？好，为着要澄清外人的误会，为着我家的名望，我决定将你叫秀大哥。秀大哥。伫个武林中是相当一个有名气的人，会甲伊联手对付柳浩三。大哥，我袂互你利用的。用刑为父，我有权决定你的终身大事。我要叫秀楼，我死都唔答应。那这款的婚姻绝对是袂幸福。唔免结亲啦，咱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，我就真愿意甲你合作。秀大哥，你实在真戆，你竟然甲明着你的另外去爱着迄个柳浩山，应当就爱好啊计划一下，利用另外讨回血债。要若是我，当然嘛有办法去得到另外。找你，却被你两个兄弟仔甲伊赶出去，是毋是有这种代志？恁两个兄弟仔连家己的亲老母都唔肯认，枉费你是一个读书人，竟然唔知影孝道。翠翠，你听我讲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好讲？你敢知影？即摆全镇上的人拢伫咧讲恁兄弟仔是待业不好之理。我听到别人安尼骂你，我心内有偌伤心，你知无？我若顶若是知影这单代志，你敢阁会允准我嫁你是吗？翠翠，你敢知影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啊？唔认老母，还阁有啥物苦衷？你敢知影讲我阿娘是做啥物歹代志？天下无不是的爸母，你阿娘伊到底做唔着啥物歹代志？伊害死阮阿爹。害死恁阿爹？是。天下敢
竟然有杀死家己亲人婿人。就是敢若阮阿娘一个。母姑娘，这啊，你哪会甲带倒来？是毋是阮阿兄伊有引准啊？无啊，是我家己家己带转来啊。那安尼我是毋敢做主哦。客桑，恁兄弟啊，若是毋认这老母，这是甲我无关系。也毋过，你互恁老母将这委屈讲出来，毋才对啊。杀死翁婿，哪有啥物委屈？杀人，总袂讲无缘无故，何况讲是家己的翁婿，你应该多爱问一个原因，毋才对啊。不管是啥物原因，我客衫是阮阿兄甲我饲大汉的。阮阿兄若认你，我才敢认你。何生，哎，啊，你迄是去倒位？何三，阮阿兄要将我叫迄个死守的。你若毋讲话，我来讲什么？你若歹问讲我有愿意无？我何必问？这是恁家的代志。无怪你是一个杀手，原来你的心肝是这么的凶。这份的宝贵的友爱，我何三的永远啊，记在心啊怀啊。何三啊，本对。
是死。你大兄都袂想讲要报仇，交结就迄个死性，你就免阁嫁互伊。我无愿意嫁，我嘛无愿意你死。也毋过你的大哥势必报仇。夫人，冤上无是要到什么时阵呢？你敢不敢违背着不好命？伊呢？全天上的人拢伫咧批评你是一个不孝子。是我老母做着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伊害死我老爸。当初阮阿爹说，互你所谈，伊原来是共款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你老爸害死庄主，伊是咧报这赵家庄。对，所以死了后，全天上人讲伊应该死。可见阮阿爹，伊有影做歹代志。三，你阿娘为什么若要害死恁阿爹呢？当初我才7岁，我什么都唔知影。你若会问原因？假使你阿爹，若是共阮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呢？你哪会迄款人？一个查某人举刀来杀死家己的翁婿，绝对有真大的原因，无可能是平白无故的。何三，你若无机会，互你阿娘申诉呢？哎呀，当然，牺牲我家己的生，就是要保护你兄弟，我一定要救救我这个太阳。我老爸，当真是一个唯唯作歹的歹人。你老爸，伊是爱车毋顶当，规工都伫咧花天酒地，搁要卖囝去啉烧酒、兴娇笑。阿娘为着要保护恁兄弟啊，定得互恁老爸拍。我为着要照顾恁，我总是忍耐一切痛苦，忍再忍。到有一天，伊搁举刀来逼我，叫我着将恁两个兄弟啊，搁互伊卖。你袂安尼讲哦，今仔日哦，你囝若无甲恁带出来哦，恁爸就该刣死。我唔肯将囡仔互你，你要甲我卖囝，我唔答应。啊！你这前年啊，你明明去偷陪听。你莫笑，你甲我的囝卖几落摆，是我洗衫趁钱才甲伊讨回来。你即马要搁甲我卖囝，我唔答应。啊！你莫甲讨恁爸，毋就无通卖啊！啥叫你要搁讨当啊？哈！我爱讲啦，我输缴输一大堆哦，这个人咧讨缴税啦。若无行人要甲掠去绑回，人会甲刣啦。这是你的代志，我不管，我不叫你。当时啊，我不。偷陪听。
死恁老爸。我今仔日总算也将18年稳藏伫心肝头的话，拢总讲出。其实，你即摆总应该明白，你哪里会靠电我？应该恁啊！我敢袂去相信你片面之词。人有人也讲，伊也无正经啊，要叫我安怎忍？其实，敢讲伊老大人讲的话，你无要相信是？紧认你啊！袂用的，我若遐袂介意小恁以前，我绝对袂用去介意的。其实，只要你若认你，你若遐都会认你啊！是啊，你若认你，你若遐一定会收留伊的。其实，你若会收。阿母，阿母，学生，拄好你娘娘要去自尽，我叫伊转来，已经从18年前代志拢讲出来，你知影无？你娘娘为着要救恁两个兄弟，所以才会误杀恁老爸。现在人呢？拄则客山唔认你，因为当时走去嘛唔知影。哎呀，唔记做！赶紧来去找迄个阿婆啊啦！我若会当找着迄个阿婆啊吼，刘大杰伊就欠我1分情，伊绝对会收我做徒弟。当人因兄弟也毋是毋认伊啊，啊无伫无当，哪会搁改变主意啊？我要哪会知？反正因兄弟啊，即马伫咧找啦。啊，我要互因做徒弟咧，我生生爱甲因斗骹手，我生生爱来斗找嘛。小笨日了，啥啦？我今仔甲你运一箱鱼啊，啊你安尼无爱卖哦？啊，我当这透早开市下晡倒大这都已经惯事啊！我要互做徒弟，较要紧迄箱鱼啊啦！无喏，啊迄箱鱼啊若后去，我是无使脚通啊顾你做本啊。啊，袂啦！迄后去都搁用盐甲生起来，当作咸鱼甲伊卖，袂互你了本啦！后咸鱼毋值钱啦。哈！等我若是互人做徒弟成功，伫咧武林伫咧出名的时阵哦，你才知影看我有值钱啊无值钱啦！无你去，我无你去啦。啊，闪啊你！真啊！叫你闪你毋闪？啊，高甜啊！哎呦，咸鱼啊，这是要死人的啦！刘和山，你是一个杀手，你有讲过，你所杀的是拢是恶霸败类。我要问你，你竟然毋是你亲生的老母，那安尼你是一个不孝的罪人，你是毋是应该爱杀？我嘛亲目睭有看见，被迄个不孝囝放杀，迄个老大人对迄个华顶跳河自尽。
喂。